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看《台語天馬行空》第8集。我是小張。差不多20幾年前，有一擺，張爸爸打電話來，仁你佇倒位？我佇台北車頭啊。你咧創啥？迄邊哪會遮吵啊？我咧參加活動啦，你都毋知咧。在場有足儕出名人，這幾字攏是咱開出合喙會去講到的字，但是咱攏袂曉寫。到底正字安怎寫？咱今日就要來甲講清楚，說分明。一開始，咱先來複習一下，這幾字攏是 EAI 互相轉運的字，攏是小張捌討論過的字。小張，你已經有一陣啊，無咧講這個 EAI 互相轉運的字，敢講今日要討論的字，甲這個 EAI 互相轉運的字有關係？對啊，咱繼續甲看落。小張今日要來討論的字，就是這字。說文解字甲公文，咱原封不動甲抓落來。佇說文解字內底寫存也，佇公文內底寫記也、存也。閣有另外一個意思，所在的在嘛是寫這個字。這個字安怎讀法？佇公文內底有記錄兩個音，第一個音愛讀作在，第二條的在甲好共一個聲調；第二個音愛讀作在，第三條的在甲罷共一個聲調。除了這兩個聲調以外，還有啥物聲調咱也未討論到。咱來看漢典安怎記錄。佇南碗這個字愛讀作上聲，小張以前捌講過。第六條甲第二條真相像，咱攏甲當作共一個聲調。佇鎮江愛讀作第一條，也就是西的聲調。佇漳州廈門甲漳埔攏讀作第七條，也就是唱的聲調。講完聲調，咱即馬來討論聲母。佇廈門有三個聲母會使互相替換，分別是的、之甲次。這三個聲母會使互相替換無？咱即馬來看小張這張表，的、之、次都寫佇同一排，確實會使互相替換就對。閣一擺證明小張的理論完全正確。這三個聲母會使互相替換又如何？咱來看漢典安怎記錄。這個字嘛會使甲讀作台，第七條的台。這個字會使讀作台又如何？你毋着緊講。好，我即馬就來講。咱即馬來舉例說明。我離開在先是國語的版本，佇閩南語內底有倒裝的習慣，咱就愛甲寫作安尼。這兩字就愛甲讀作大聲，我大聲離開，就是寫作安尼。即馬一定有人會講，毋對，這個字本調是第七條。是唱的聲調，你哪會甲讀作大聲？咱即馬來看這個變調規則。第七條愛變第三條，第三條對應的也就是罷的聲調，罷聲、大聲共一個聲調，所以這個詞甲讀作大聲一點仔問題都無。那安尼講起來有道理就對。這種寫法音義皆全，完全無需要烏白亂鬥字。講完這個大聲的寫法。咱即馬翻頭轉來講這個 EAI 互相轉運的代誌，親像這個字原本的讀音都愛甲讀作在，但是咱知影這個字嘛會使甲讀作台，是毋是有可能這個字嘛會使甲讀作地，甚至會使甲讀作地？這就是這集內底唯一的天馬行空。若是這個講法成立，這個字讀作第七條的時陣，上少都有這四種的發音。這四種的發音安怎用法？咱即馬來舉例。第一，我佇台北車頭；第二，我得參加活動啦；第三，在場有足儕出名人；第四，林志玲嘛有來，但是大聲離開啊。對第一句至第四句袂曉寫的字，咱攏甲寫這字在，寫這字在百面通。慢請小張，我得參加活動啦。這個底是第二條的底呢？這要安怎解說？無問題啊。咱來看這個變調規則。第二條甲接倒轉去，本調就是第三條。佇公文內底本來就有記錄這個聲調，咱一開始就捌講過啊。所以閣一擺百面通，百面無問題。即馬小張要閣來講另外一個重點，咱直接來舉例說明。聽講今日股票大崩盤，媽媽直直生氣啊。底這兩字都是咱口語內底的兩字連用，文白相他，甲咱之前講過攏一模一樣。
咱若是佇書寫的時陣，寫一字動詞就有夠啊。親像這個所在，咱會使甲寫作。聽講今日股票大崩盤，媽媽得生氣啊！這字底嘛會使甲讀作地，地底生氣是口語的版本，是兩字連用，文白相他的現象。擱講一擺，書寫之時寫一字就有夠啊！這個兩字連用，文白相他的代誌，小張佇台語天馬行空第4集甲第5集內底都已經講甲真清楚、真詳細啊！佇這個所在，小張要來分享一個代誌。有一位總線，甲小張建議到7點接起來，都愛寫這個字。但是小張感覺無妥當啦。安怎講？咱用這個字佇先前兩漢的範圍內甲查落，攏總出現2擺。共這個字，咱佇漢代之後的範圍內甲查落，結果出現10擺，攏總佇6個段落內底。這個字的意思正確，但是這個字傷過頭靈僻，所以小張無建議寫這字。雖然小張無建議，但是小張嘛是愛來甲這位總線說一下多謝，感謝指點。咱來講結論：第一，的、吃、思這3個聲母可以互換，小張有記漢典的記錄為證。第二，我離開在線，倒裝了後，就愛寫作安尼，閩南語就愛甲讀作大聲，我大聲離開，就是寫作安尼。第三，根據 EAI 互相轉運的原理。這字在都會使讀作地，閣會使讀作地，嘛會使讀作台。第四，我佇台北在參加活動，在場的有林志玲，但是已經大聲離開啊。這幾字攏寫共一字在。今日我就講到這，感謝你的收看，歡迎批評甲指教，謝謝，拜拜。